好認真用美容儀嘅。呢兩箱美容儀咧已經有歲月嘅痕跡啦，已經係價值6位數，一台車就已經喺度啦。為咗呢6位數咧唔白花，呢一條視頻咧就教大家點樣可以揀到最適合你用嘅美容儀。而家大家揾錢好辛苦㗎，冇亂咁使錢啊！第一個就係呢一個啦，到而家咧喺個梳妝台上面咧，我依然係擺住佢，因為佢真係好貴。我喺10年前買佢咧，正價咧要2萬幾，10年前嘅1萬幾真係不舉之啊！而家咧佢就變咗個美容儀界嘅愛馬仕，但係只可以擺喺度。當時就係一個廣告嘅點，因為佢嘅到頭全部都係24K 金嘅。每一次用佢嘅時候咧，我感覺塊面就係一個奢侈品，就係每一次用完嘅時候咧，我塊面真係可以細咗一圈，面上面會變白咗啦，亦都可以變得更加緊緻。但係佢實在太麻煩啦。首先佢要插電嘅，每次我用嘅時候只可以喺一個可以插電嘅位置去用啦。其次佢配品牌嘅膠去用，用完之後再用翻品牌嘅精華。所以每一次用佢，我起碼要花45分鐘。如果我每日都可以花45分鐘嘅，我有咁嘅毅力，我都可以考到研啦。化妝師研究生。再到呢一個，你見到我有2台嘅2代同埋3代，就知道佢真係好用嘅。而家機器上面仲有我嗰啲使用嘅痕跡啊！當時買2代嘅時候咧，就話佢可以導入啦、導出啦、滲透啦。每次用完導出之後咧，個化妝棉上面都會黃黃黑黑嘅，所以用佢就會特別有成就感。接住再黐塊面膜，用佢導入啦，再塗精華，再導入啦，塗面將令佢滲透啦，最後再冰敷啦。成個過程落嚟，差唔多睇一部電影咯。但係佢真係有效果嘅。我個人為咗靚咧，真係好睇得付出嘅。接住 Max 3代，我而家仲會1個禮拜或者半個月嘅時候咧，我都會攞出嚟用大概半個鐘嘅。接住又係佢嘅2代人1.0用到2.0，見到呢個歲月嘅痕跡咧，知道佢係我使用頻率裏面係最高嘅。每日早晚去用，因為真係好方便，佢唔需要搭配任何嘅膠啦或者品牌嘅產品，接受搭配嘅產品咧，99%以上都可以用到。有3個模式，綠色燈就係早上喺護膚嘅最後一步。前一晚瞓得唔好啊、捱夜啊，甚至乎冇瞓覺啊，佢都可以提亮咗皮膚嘅膚色，而且去水腫。用完佢之後咧，可以飲咗幾杯美式。所以經常都會喺我啲視頻裏邊咧，見到我啲新娘咧，我幫佢化妝前用完咧，大家都好驚喜嘅。呢個係咩嚟㗎？紅色燈咧就係晚間用嘅5分鐘模式，佢可以淡紋緊緻，令到我哋用嗰啲貴嘅精華啊、面霜啊，全部滲透晒落去，一啲都唔浪費啊！用完之後咧，你感覺到塊面咧係會有皮貼骨嘅感覺。下邊呢個拱門咧就係針對痘痘又好啦，同埋毛孔粗大嘅，我偶然都會爆啲好大嘅瘡出嚟啦，特別係腫咗個小湯圓咁嘅包。邊個位置生痘痘嘅，直接擺喺上面照1分鐘，佢就會自動熄燈啦。第二日咧佢就已經唔紅啦，會燒咗落去啦。咁除咗面部模式咧，仲有眼部模式，特別係有眼袋啦、黑眼圈啦、皺紋嘅姊妹，每次用完呢個眼部模式咧，我眼尾咧會直接提咗上去。同埋好多姊妹問我，眼關流失嘅膠原蛋白點樣可以解決嘅？呢個眼部模式咧，佢直接可以推動我哋嘅眼皮嘅，刺激我哋眼周嘅膠原蛋白。而且2.0咧，身體都可以用㗎。打開小程序咧，仲有1對1跟電嘅模式。平時咧，我就最中意攞佢嚟推我呢個斜方肌嘅位置啦。推完之後咧，真係覺得鬆咗好多。仲有減肥嘅小肚肚啦、大腿啦，都可以搽咗 body lotion 之後咧，攞嚟推，馬上覺得佢嘅性價比就喺度啦。我覺得以我同埋買咗嘅姊妹嘅使用頻率咧，比起呢2籮筐嘅都要值啊！畢竟我係真金白銀使咗呢台車嘅價錢分享俾大家。呢啲看臉工具咧真的很火，呢2個只不過我喺其中使用率會比較高嘅，其他嗰啲可面工具我都唔知抌去邊。呢一款每次用佢嗰個時候都覺得好前衛啦，就係電焊公司先。呢個係舊版，佢得2個光，紅光同埋黃光，一個就係針對皮膚變白啦，一個就係針對皮膚祛痘嘅。面罩就係代替咗傳統嘅照燈，因為佢係直接緊貼到我哋面部嘅五官，所以可以令到我哋全面咧都可以照得非常之均勻。咁新嘅呢一個咧就真係方便咗好多啦。首先呢個面罩咧，佢好似嗰個 Issey Miyake 嘅手袋咁樣啦，唔同嘅面型咧都可以非常之貼合。除此之外咧，佢係光電配合，同時就有照燈同埋美容儀嘅效果多合一，而且佢有帶專利嘅綠光。用完之後咧，皮膚變白咗啦、緊咗啦，皺紋都會變少咗。同時電極片咧，佢放喺個位置咧，可以專門針對到我哋嘅蘋果肌啦、鼻肌底嘅凹陷啦，可以打到皮膚嘅更加深層。仲有我非常之中意嘅就係針對我哋咬肌嘅位置，而且脖子都可以照到。大部分嘅面罩咧都會係有條線，然之後有個遙控掉咗落嚟嘅，所以每次用嘅時候咧都要將佢插喺一定會有袋嘅褲裏面先至可以。如果唔係，你嘅手裏邊永遠都好似攞住個鼠標咁樣。但係新嘅呢一代咧，佢有一個 AI 嘅模式，戴咗上去之後咧，直接可以撳開佢。唔同嘅模式都會 AI 同你講嘢嘅。如果你係覺得使用手推美容儀都係好麻煩嘅，就用呢一個面罩戴住佢，無論係喺公司裏邊加班啦，因為喺屋企裏邊睇電影啦、打遊戲啦，甚至乎蹦啲啦，都會覺得自己非常之前衛，又會變靚咗。佢價錢咧就會比普通嘅美容儀咧其實稍微貴少少，但係我覺得佢都係值得買嘅。其實佢換唔同嘅燈咧，佢蹦啲嘅時候咧都真係好型噶，自帶氛圍感。我保證嗰晚大家都對你感興趣，想打開下呢個神秘嘅面紗。蒙面歌王又係一個我從佢上一輩用到下一輩嘅，我都佩服我自己咧用美容儀咧真係好堅持。Max 係我視頻裏邊咧出席率好高嘅一個閨蜜，佢就係一個頭髮嘅美容儀嚟嘅。當我喺10幾年前嘅時候，我仲記得我男朋友即係而家我老公咧，突然間有一次我哋上緊電梯咧，佢話我頭髮個髮縫變闊咗，當時我就好緊張啦。然後佢就喺美國度幫我帶咗我嘅第一個 Hair Mask 翻，呢個係佢第一代，真係有啲重。我每次用完佢嘅時候咧，我感覺我自己化妝嘅時候可以戴住個頭盔一樣，而且咧唔可以低頭，因為低頭一個就。呢個係近幾年出嘅新嘅，佢就輕鬆咗好多啦。這個更適合去蹦迪。而且任何嘅頭型都可以用，無論係個頭會比較大啦，抑或係個頭比較細嘅，佢戴上去就一個頭箍一樣。有82個燈珠，佢可以刺激到我哋頭皮裏邊嘅毛囊，令到頭髮會甩少咗啦，同時會刺激啲頭髮生長嘅。你見過我10幾年咧，就知道呢個唔係智商稅，應該好少人用美容儀可以用到好似我咁長情吧？呢一個咧係我近呢1-2年裏面入嘅，因為佢真係好火。我每一次打開視頻咧，就會見到大家咧貼住個面膜喺度蓋章，真係好神奇。用完之後覺得有效果嘅，但係每一次去用嘅時候都要貼一塊面膜上去蓋章，成個過程咧都係差唔多20分鐘至30
分鐘，而且我用晒佢面膜之後咧，我已經冇呢個細換嘅憧憬。其實我都好想同佢一齊過嘅時間更加長嘅，但係佢後咗嘅消費真係有啲高。唔好話敷面膜嚟蓋章。有時你望起身咧，想敷個面膜都唔簡單。最後嚟到一台大嘢啦，佢咧就係好單一性嘅一個蒸面機啦。雖然佢好簡單，但係佢係一個咧好經典實用嘅，特別係冬天嘅時候啦，皮膚好乾，咁我就會打開住佢。當我開始護膚嘅時候咧，就會一路蒸面一路護膚。咁我自己會感覺咧，我啲毛孔會被打開咗，吸收咧又會更加好嘅。除咗蒸面咧，其實我都考慮過佢仲可以攞嚟蒸咩咧？更加實際咯。沖面，其實美容儀咧揀得啱咧，佢就唔係一個智商稅嚟嘅。因為我覺得用啱咗一個美容儀咧，佢的確可以喺你花嘅唔少錢喺呢個護膚嘅路上啦，係會令到我覺得呢啲錢咧使得會更加值得嘅。如果你正喺度考慮緊想入嘅第一部美容儀，或者我想入一部真係對我有幫助嘅美容儀嘅，咁呢一個我覺得係佢嘅性價比最高嘅。仲想睇我使咗啲咩大錢同大家去做啲測評嘅，留言俾我。耶，收工，記得要點讚哦！